背小個子都那麼重了，等會兒床上那個大個子怎麼背？好极了，一网打尽，冤家路窄。你挺面熟的嘛。欢迎大到，抓起来！一箭双雕，又买1送2，看来今晚我第一夫人中头彩了，全部带走。喂，你抓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什么大盗。你不是大盗，你是杀人凶手。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，我听得喜鹊叫。你们这几个外地人贼眉鼠眼的，早就让我盯上了，没想到连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敢干！哼！人呢？我们杀了谁呀？我刚刚明明看到包公子的住持躺在那里，胸口插了一把刀。是谁要杀站长啊？从他出现以后就祸事不断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这位大姐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是何省的？我是多一个县的第一夫人。哦，原来是县令夫人啊！什么夫人呢？活生生一个法盲村妇。你敢侮辱本夫人！我问你呀，没有尸体何来凶手啊？而且没有赃物，你指誰是大盗呢？你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刁民！统统给我带回去！我再给你慢慢找尸体与赃物。你无法无天，我要上告！其实我要让你滚！带走！奇怪，我刚刚明明看到尸体的，难道会是闹鬼诈尸？大人！老爷，好汉不吃眼前虧呀！他们都把我孙女当成杀人犯了。他们没有证据，尸体不是在咱们这儿吗？哎，